影星安卓亞布洛迪 Adrien Brody 2003年29歲時以戰地琴人 The Pianist 首度拿下奧斯卡，成為影史上最年輕的影帝。時隔22年，本次又拿下第二座小金人，而且打破奧斯卡一項新紀錄。安卓亞布洛迪憑藉住布雷迪寇貝特 Brady Corbet 執導的粗獷派建築師 Brutalist 再次拿下最佳男主角獎，在台上發表5分40秒的感言，創下奧斯卡最長得獎感言新紀錄。根據金氏世界紀錄，奧斯卡最長得獎感言的紀錄，之前是由英國演員格麗亞加遜 Greer Garson 所保持。他在1943年憑住忠勇之家 Mrs. Miniver 拿下奧斯卡獎，並在獲獎後發表長達5分30秒的得獎感言。奧斯卡頒獎典禮當時尚未在電視上直播。金氏世界紀錄目前尚未更新官網奧斯卡頒獎典禮最長得獎感言新紀錄，但許多觀看奧斯卡的觀眾都知道，安卓亞布洛迪冗長的得獎感言很可能超過近年頒獎典禮任何一名得獎人的感言長度。通常情況下，奧斯卡得獎人有約45秒的發言時間，然後樂團就會開始演奏提醒音樂，告知獲獎人該結束並離開舞台。不過當眾所皆知的提醒音樂響起時，安卓亞布洛迪卻無意讓音樂中斷他的得獎感言。他說：我要結束了，我馬上講完，把音樂停掉。我有經驗，並在音樂響起時補充道：謝謝，這不是我第一次，但我會碎短一點。我保證，我不會太過分。